屆賽事以思辨香港未來人才為主題，旨在引導同學深入思考教育發展同埋社會責任嘅關係。我哋相信 AI 人工智能嘅發展未必能夠預知，但多元共通能力喺每個時代都係不可或缺嘅。其實今次嘅辯論比賽呢，我除咗多角度之外呢，我諗你哋同唔同嘅同學合作，你哋嘅年級可能都唔同。其實呢個呢，除咗辯論之外呢，你哋嗰個合作呢，嗰個精神啊，或者呢個磨合呢，喺呢個嘅辯論比賽裏面呢，你哋係要學識嘅嗰樣嘢。喺討論香港未來人才培育方向嗰陣時，我哋必須要認清一個關鍵嘅事實，就係其實社會需要嘅唔係單一能力嘅人才，而係具備全面素質嘅人才。有風今日話咧，有健康嘅精神狀態先可以成為人才，我方唔反對呢個前提。但過往政府其實已經做咗好多精神關注嘅政策，甚至推出咗一校兩工。但係咧勞福局嘅數字指咧，上年度咧一年咋政府投放咗6億落去精神健康方面，但資優教育咧就只有十年間只有得9億。所以想問丁方同學啦，有你哋嘅義父同學方講呢，原來咧精神健康只係一切事物嘅基礎，但係有方立場同學方講，要佢哋咧要求佢哋做創新，要自我激勵。想問有方，佢哋冇咗精神健康、冇抗壓力嘅時候，點樣做到有方口中嘅等等行為呢？等等先，有方同你又直線邏輯啦，多啲社工係咪就必然有用呢？想問下甲方啦，即使而家嘅青少年學咗人工智能，如果佢冇企業家精神，佢又點樣可以發展成為有助香港嘅人才呢？我有次出門見到一個青年人俾佢老闆鬧企鵝，一開始我以為企鵝係話佢可愛，後尾先知原來係話佢只係識得企喺度。哦，企業家精神正正可以令每個青年學生具備抗逆力，建立長遠嘅目光，尋求機遇，唔再係一隻只係識得點頭嘅企鵝。因為有好多唔同學嘅一啲論點呢，我覺得未來呢，你哋作為一個中學生啦，未來可能會進修啦，會去入即係唔同嘅行業去發展呢。其實如果帶住呢啲咁嘅經驗呢，非常之好嘅。大家都就住你自己要準備嗰個課題呢，都做咗好多功夫啊！我覺得呢個好值得欣賞嘅，因為呢，大家喺嗰個嘅辯論嘅過程當中呢，你要想像喺隔離對手佢個課題點樣出發嘅時候呢，呢個係一個呢好複雜環節嚟嘅。單止係即係一個遊戲啦，一個比賽啦，需要考慮呢個問題，而係你嘅觀點係咪足以可以令到人哋印象深刻？同學咧，佢哋嗰個眼神對於個接觸，即係對於我哋嘅接觸啦，個聲線啦，咁其實呢啲咧都係好緊要嘅喎。咁我會見到佢嗰個好自信咁行出嚟啦，同埋會佢講得好清晰嘅字眼啦，即係字句咧，我都會聽得會比較投入啦。一個人才究竟咩叫人才啊？同學，你講緊個人才係咩㗎？你個人才好似就係一個虛無縹緲嘅人才，總之係人才啦。正嘢啦，好嘢啦，係咪啊？一睇呢個命題嘅時候咧，其實諗到，其實呢個係咪同我香港定位有關啊？嚇！我如果即係一講到香港定位咧，其實咧都要睇到國家嘅政策係點樣。國家已經有人才幫你諗咗。學生咧可以俾多少少，譬如可能探討如何點樣喺個教育體系中咧更加有效咁樣加入呢個 AI 課程，其實會令到成件事感覺上更加個論點會更加令到大家明白或者更立體。有一啲辯論員上到嚟嘅時候，佢哋好快就已經直接係舉咗例子，然之後先至講論點嘅。咁喺評分嗰度，我會有少少會有一下會覺得係有好難以適從。